哦，这少年人吼，拢唔知礼貌呢，定定为着一个博爱做吼，就搁老人冤家啦。吼，我今仔坐捷运的时阵吼，就拄着这个人啦，伊真过分，伊竟然想要留位给我。拜托让我这妖娇，你看我甲像有心的型吗？伊就讲，阿嬷你坐啦，我老母去抱土豆呢。你卡困，你卡困到我才冷口。讲到捷运吼，我伫咧捷运顶头，我是定定坐啦，不过我嘛定定揽物件啦。我就去 Google 看要安怎甲物件找转来，结果我才发觉真侪人拢会揽物件呢，有人揽树包，有人揽雨伞，竟然有人揽去阿嬷的黄金翁啊！阿嬷的黄金翁哪会揽无去？这毋是是咯，这是义气。大家咯，若想要有位坐哦，我甲恁教啦，你就甲恁阿嬷黄金翁变出来。少年呢，阮阿嬷要坐，你敢有比阮阿嬷较老？你敢有比阮阿嬷较袂顶袂当？我甲你保证哦，全车厢的人走到飞的啦，规车厢拢去的啦。